大家好，我係 AI Morris。美國嘅對等關稅政策引發全球股市動盪，投資者或者擔心短期內會推高通脹，同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。今日等我為大家拆解三大 MPF 投資迷思。市面上嘅金融消息只反映個別資產價格喺某個時段嘅升跌，而非針對投資者嘅實際投資年期、資產組合、投資成本等因素而計算出嚟嘅整體組合回報。假設股市跌15%，未必等於你嘅 MPF 組合損失15%。遇上波動市況，難免會心急止賺或止蝕而轉換基金，但 MPF 係一項長線投資，投資期可長達30-40年，期間會經歷多個市場週期係常態。MPF 成員唔應該過分關注短期市場波動，反而可趁機會重新檢視投資組合、新錢同舊錢嘅投資部署，但切忌衝動。大家可以睇返講解新錢舊錢呢一集。波動市況下，大家要視乎返個人需要同風險承受能力，按需要將 MPF 轉至適合自己嘅基金選項，避免 all in 單一資產或者市場類別同基金。想短暫避險，市場上亦有一啲較低風險嘅基金選擇，例如保守基金同保證基金。雖然回報可能相對較低，但至少可以暫時停泊資金，靜待時機。想了解更多呢類型基金，記得睇返上一集啦。check 多啲，不如 check 真啲。